咁啊，星期六咧，當然就係因為呢個嘅美國同埋呢個伊朗嘅戰事啦，咁啊令到咧金價咧就飆升，咁啊亦都係啲股市啦，其實外圍咧已經係下跌㗎啦。對於呢個咧就亞洲嘅股市個影響咧就係比較個別發展啦。今朝見到個日經咧咁啊曾經咧就跌咗成1600、1700點嘅，咁但係對於港股嚟講就300-400點啦，嗰個影響性就冇呢個美國咁大啦。咁啊當然呢個戰事嚟講啦，因為啱啱星期六嘅時間啦，咁我有個課程都係講翻今年咧赤馬紅羊嘅時間啦，好大機會有啲戰事嘅，咁啊應該點樣部署啦？咁啊估唔到咧咁快就有一個戰事喺度啦。恒生指數啦，之前咧大概咧就喺26,200幾點呢啲水平嘅，咁所以如果再穿翻呢個位置嚟講咧，有機會再跌多少少，咁啊未必跌得太多嘅啫。咁點解咁講咧？美國咁啊打伊朗，市場上都知道佢嘅目的，咁啊都係為咗控制呢個原油價格。打仗嚟講咧，美國就要損耗成本啦，你每支飛彈射過佢嘅，其實都係錢嚟噶嘛，絕對唔想拉長嘅戰事。咁所以咧，預計咧嗰個戰事咧幾日嘅時間啦，咁就會停噶啦。咁啊，亦都希望咧同伊朗嗰邊就開始有再談判啦。